大家如果揾緊九龍站上蓋3房海景單位嘅，就唔好錯過呢個樓盤啦。實用面積853尺，望到非常之靚嘅海景。見到個單位有少少亂，因為油緊油。玄關側邊亦都可以放個鞋櫃。廚房右手邊就係工人套房。嗱，廚房你見到地櫃會再整一整，會再安埋個石英台面、星盤、水龍頭等等。所以完工嘅話，大概都要喺5月中或者以後。成間屋非常之企理，業主又願意保養，咁啱呢個時間睇緊樓，梗係要過嚟睇下啦。師傅努力開緊工。主人套房、洗手間仲可以浸浴，房間亦都非常之闊落啊！同樣都係望住海景。聯絡我陳先生，幫到你。